大家平安，我们要来开始今天历代志下的共读。我们要请从恩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让我们将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借由圣经的共读，借由经文以及牧师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以及要交给我们的旨意请你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预备心，来进行以下共读的时间。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好，谢谢。那我们在昨天历代志下的第19章讲到约沙法，他在各坚固城来教导百姓读上帝的话，而且还设立审判官，以至于当他们遭遇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都能够有上帝的审判，能够按照上帝的话语成为标准。所以让这些各南国犹大的百姓都能够有依据可行，所以他们是按照上帝的标准在执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要进入第20章，讲到了这个南国约沙法的时期最大的外来的攻击，就是有4国的联军要来攻打。所以有许多的外族一同来攻击南国，约沙法因为惧怕，就寻求神的帮助。而约沙法也在会众的当中，在上帝的殿院子当中向神祷告，求神拯救。而神就透过先知这个亚哈西来回应神，他将会亲自同在。而约沙法呢，他们去迎战的时候呢，就按照上帝的感动，他派诗班在前面唱歌称颂，而且当他们一直开口称颂的时候，上帝就让敌军搅乱，而取得大胜利。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个非常有名的故事，而且也让我们继续读到20章的最后，看到这个约沙法他25年做王当中的这个结局。好，那我们就先来读历代志下的20章。好，请从恩带我们来读20章的第1节到第4节。以东之战过了不久，摩亚、亚门和盟友米乌尼人的军队侵犯犹大。有人报告约沙法王，以东那边有大军从死海对岸前来攻击你，他们已经占领了哈喜逊他玛。约沙法害怕，祈求上主领导，然后下令全国禁食。人民从犹大各城涌到耶路撒冷，祈求上主的带领。好，那在这里看到有几个国家，就是摩押、亚门、米乌尼但这米乌尼呢，有的认为就是亚门，而有的认为就是以东因为后面第2节讲到说以东那边有大军，所以这里至少有4国联军摩押、亚门、以东然后来这边来攻打。那我们从这个地图上面呢来看，就是摩押的地方就是在约旦河以东的地方，那这都是罗德的后裔，亚门在北边，而希尔就是以东的地方在南边。那甚至还讲到亚兰，等一下看到有亚兰是从北边来的，所以这些国家几乎是整个东半部北边到南边都一起要来攻打犹大。而北国以色列呢，这时候是比较没有那么强盛的事情，因为亚哈已经死了。约沙法和亚哈感情不错，但是在前一章上18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亚哈他的下场，所以北国这时候也没有强盛。那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就是摩押、亚门、以东，甚至还有从更北边的这个亚兰，就是叙利亚，要来攻打约沙法王，甚至已经占领了哈喜逊他玛，就是隐基底，所以已经来到了耶路撒冷，就是东南边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死海的附近。所以这些4国联军呢，已经逼近了耶路撒冷，只是呢这一次没有记载人数不晓得有多少人，但是我们从等一下后面看到他们的战利品的时候呢，大概这批人数也不少。那约沙法的反应呢是非常害怕，
虽然他自己可能勤读上帝的话，他也教导百姓读上帝的话，但是在这边可以看到他害怕，让他害怕的时候他是祈求上主引领，甚至下令全国禁食。所以人民呢都到耶路撒冷，意思就是到圣殿前求上主的带领。好，接着呢，再请崇恩带我们来读从第5节读到第12节，5到12。他们和耶路撒冷居民聚集在圣殿的新院子里。约沙法王站在他们面前，大声祷告说：上主，我们祖宗的上帝啊，你从天上统治地上万国，你有大能大力，没有人能抵挡你。我们的上帝啊，当你的子民以色列迁移到这里的时候，你赶走了这里的原先住民，把这土地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代，永远归属他们。他们一直住在这里，也建造了圣殿，荣耀你。他们知道，如果有灾难临到他们，惩罚他们，好比战争、瘟疫、饥荒等，他们可以到这座敬拜你的圣殿来，站在殿前。他们可以在灾难中向你呼求，你就垂听他们，援救他们。现在摩亚人、亚门人、摩亚人和以东人来攻打我们。从前我们的祖先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你不准他们入侵那些人的土地，所以我们的祖先绕道经过，没有消灭他们。现在他们竟这样报复我们，他们要从你赐给我们的土地上把我们赶出去。我们的上帝啊，求你惩罚他们，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对抗来攻打我们的大军，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仰望你。好，谢谢。那在这里看到约沙法是非常的绝望哦，因为他知道这些国家联合起来的军队，他没有办法抵抗，而且呢，他们是从北到南串联，一路逼近，即便他们军队再多，那但是呢，也无法，因为我们之前在第17章的地方有看到约沙法的军队已经来到了116万，116万，那已经仅次于大卫的年代。但是呢，依然没有办法来面对这里的从东北到东南这样子的联军了，所以他在这边的祷告呢，从第20章的第5节一直开始，到这边的第5节的祷告呢，可以对照就是历代志下的第6章。历代志下的第6章我们读过没有多久，就是所罗门在建圣殿的时候的要奉献圣殿前的祷告，当他迎接约柜，他也为这个圣殿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在大卫时代，在约柜前面的敬拜，大卫加上了这个音乐，而所罗门呢，在约柜圣殿的这个敬拜呢，不仅音乐还加上了祷告，所以所罗门祷告了10件事情，其中呢几件事情就是在这里所讲的，当他们的后代遭遇灾难，或是遭遇战争、瘟疫、饥荒，他们可以到这座敬拜你的圣殿来，站在殿前，他们可以在灾难中向你呼求，你就垂听他们，救援他们。所以这约沙法真的是有读圣经因为所罗门是他阿公的阿公，前5代，那他都还记得他阿公的阿公如何向上帝所做的祷告。所以现在呢，有亚门、摩押、以东的联军来攻打，而上主把他们的祖先从埃及在左下角这一块地方，他们人离开了埃及，然后过了红海，然后在旷野进入了迦南，领到这个地方来。而现在呢，他们所以在出埃及的时候呢，上帝不准他们入侵那些人的土地，就是罗德的后代亚门、摩押、以东，以东是以扫的后代。但是呢，所以他们的祖先是绕道经过，没有消灭他们
因为他们是念在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亲戚或是后裔，但是现在他们竟然这样报复我们，所以呢，他们要从你赐给我们土地上把我们赶出去，所以上帝啊，求你惩罚他们。所以这是约沙法惧怕的当中，前面他非常的惧怕，但是他想起上帝的话，就用上帝的话来跟上帝祷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读13节到19节。犹大所有的男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站立在圣殿前面。上主的灵降在群众中一个利未人身上，他叫亚哈西，是撒迦利亚的儿子，他属于亚萨宗族，是马探雅的玄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亚哈西说：地下和犹大以及耶路撒冷所有的人民啊，上主说：你们不要沮丧，也不要怕这强大的敌军。战争的胜败操在上帝手里，不在你们。明天，在他们从喜斯隘口上来的时候，你们去迎击他们。你们要在耶鲁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他们不必打这场仗，只要守住战阵，站稳，你们会看见上主使你们得胜。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民啊，不要犹疑，也不要害怕。明天你们去迎击他们，上主会与你们同在。于是约沙法王屈身匍匐在地上，所有的民众也跟着他一起匍匐敬拜上帝。利未支族的哥辖和哥拉族人站起来，大声欢呼，颂赞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好，谢谢。那先补充一下，在为什么说四国联军呢？因为在第2节这个地方，以东那边有大军哦。那有的圣经的版本翻译呢，是亚兰，亚兰。所以摩押亚门以东，或是摩押亚门以南，或是摩押亚门以东以亚兰，就是叙利亚四国的联军。好，那我们继续看13节。所以当由约沙法做这样祷告之后呢，这里第一次提到犹大所有的男人，他们的妻子儿女都站立在圣殿前面。这个是从圣殿盖好，所罗门王在那边历代志上第6章的祷告，一路到现在，第一次看到有这样的画面，就是连妻子也来了，孩子也来了，可见这个战争是非常的吃紧哦，就是这个国家几乎已经被逼到绝路了。在圣殿前面，那上帝的灵就降在利未人亚哈西的身上。好，那这亚哈西呢，讲到他是这个亚萨支派，亚萨的宗族就是利未亚萨。但是如果这个亚萨，我们可以看历代志上的25章，可以看到亚萨的后代当中呢，没有亚哈西，因为这个亚萨的后代是马探雅，可是亚萨的后代呢，有一个叫尼探雅，这个马探雅呢是另外一个希曼的后代，所以不晓得为什么他会把它编排在一起，所以这个是希探雅或是马探雅，或是亚萨的后代，或是希曼的后代，让我们有点 confused， 但是可以确定都是这是一个利未人，利未人是被分别为圣，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会幕，而且他们也是很着重音乐，像希曼啊、亚萨啊，都是在诗篇当中圣咏团的团长，所以不论是亚萨或是希曼，他们都是在诗歌敬拜当中，而这个他们的后代呢，也是第5代叫亚哈西，他就被上帝的灵感动，说什么呢？王啊，和犹大以及耶路撒冷所有的人民，包括现在站在会幕圣殿前面的男人、女人、孩子、儿童，上主说：你们不要沮丧，也不要怕这强大的敌军，因为战争的胜败操在上帝的手里，不在你们。所以明天他们从喜斯隘口上来的时候，喜斯的意思就是花，那个地方可能是种了很多的花，你们去迎击他们，而且你们在耶鲁伊勒旷野，那就在圣经当中也是只有在这边提到耶鲁伊勒的意思呢，就是受神的教导，
或是说受神的引导。所以意思说，你们去到那个接受神引导的旷野，在那边做什么呢？遇见他们，而且呢，遇见他们之后呢，你们不必打仗，不必打仗，只要守住站稳，就会看见上主使你们得胜。所以再次告诉他们，不要犹疑，不要害怕，然后上主与你们同在。王听到之后呢，很开心，但是他第一个动作就是屈身俯伏，所有的民众也跟他一起俯伏敬拜。所以利未之族呢，可拉哥辖的后裔，大家继续用他们所教唱的这些诗歌，从大卫那个年代就开始唱了将近100年的诗歌，就开始大声欢呼颂赞了。前一天都在是打仗的前一天，可是他们已经开始唱起歌来了。那这首歌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诗篇的83篇。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好，接着再请崇恩带我们来读20章的20节到24节。第二天清晨，人民到提哥雅的旷野去。他们出发的时候，约沙法对他们说：“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信靠上主你们的上帝，你们就站得稳；要相信他先知的话，你们就一定成功。”王对人民说完这话，命令歌手穿上特别节期穿的袍子，走在军队前面，沿路高唱，赞美上主，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们开始唱歌赞美的时候，上主使来犯的敌军溃乱，亚门人和摩亚人攻打以东人的军队，把他们都灭绝了，然后转过来自相残杀。犹大军队来到旷野的一座塔，向敌军阵地观望，看见遍地横尸，没有一个逃脱的。好，谢谢。好，所以在这一当中，他们前一天已经开始唱歌赞美敬拜。第二天，他们去到提哥雅的旷野。这个提哥雅呢，就是先知阿摩斯的故乡。好，不过阿摩斯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生。他们出发的时候，约沙法有对他们吩咐，要信靠上主就站得稳，要相信先知的话。这也是约沙法过去所做的。约沙法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他执政的最后2年了，可能或是最后的倒数第1年，对，最后1-2年。但是呢，他依然一贯的坚持就是上帝的话。所以呢，你们要命令这些利未人歌手穿上特别节期穿的袍子，就是过节穿的衣服，而且走在军队前面，高唱诗篇126篇。他们开始唱的时候呢，上主使来犯的敌军溃乱了。这溃乱是什么呢？就是亚门人、摩押人攻打以东人了。所以看这个地图，亚门人、摩押人自己来打西尔这边的人。那这个战场呢是在隐基底的地方，所以他们听到诗歌、听到音乐、听到诗班，分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以为开战开打，就没想到糊里糊涂的乱打。所以在这糊里糊涂乱打当中呢，这就变成最后是三个国家的军队自相残杀。犹大军队呢就来到旷野的一座塔，向敌军的阵地观望，然后呢看见横尸遍野，甚至圣经还写说没有一个人逃脱。所以3个国家的军队呢自相残杀。所以这3个国家呢损失惨重，元气大伤。那所以这个战争呢，这是不费一兵一卒，他们只有充满信靠，派利未人大声的唱歌，穿着节期的衣服，他们就在那边站立得稳，上帝亲自出征。所以上帝派伏兵，在和本说耶和华派伏兵击杀那亚门人、摩押人和以东人。那伏兵是谁呢？那伏兵有人说是天使，有人说是上帝的使者，是人，也有人说就是这3个国家的自己人，他们自己自相残杀。好，我们最后再看25节到30节。于是约沙法和他的军队进去夺取战利品，他们发现了许多牲畜、用品、衣物和其他值钱的东西。
他们花了3天时间收据战利品，可是太多，拿不完。第4天，他们聚集在比拉加谷赞美上主的作为，因此这谷叫比拉加。约沙法率领军队凯旋回耶路撒冷，因为上主击败了他们的仇敌。他们一路弹琴、鼓瑟、吹号，回到城里，进入圣殿。各国听见上主怎样击败以色列的仇敌，都很害怕。这样，在约沙法统治期间，国家太平，上主赐给他四境安宁。那这场战争要算人数呢，就是他们这些战利品是全军覆没，但是战利品呢要收集3天哦，所以这3天才捡得完，所以这些人数可能多了太多，没有办法在那时候算出来。但是他们聚集在一个谷叫做比拉加谷，这比拉加的意思就是称颂、赞美的意思，或是呢祝福，所以这个比拉加呢有称颂的意思，就是后面这个赞美，也有祝福的意思，因为在这边他们领了很多的礼物，拿不完，足足拿了3天了，所以叫做这个地方叫做比拉加。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比拉加呢，其实也是离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就在提戈亚，所以他们这个军队集结在这边。可是呢，他们准备要往上侵犯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在这边被上主所派的使者，他们在这里3个国家的军队自相残杀，以至于他们就只要下来这边捡礼物。那比拉加长什么样子？这里有一个 Google， 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这个比拉加谷。大概就是在这些图片当中，如果现在去的时候大概是光秃秃，可能在以前的时候呢，是还有草，或是还有这一些的植物在但是它就是一个山谷，而距离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但是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约沙法率领军队继续凯旋，就是唱歌，一路回到耶路撒冷。而且他们这是双手满满，捡到他们真的捡不下了，没有手可以拿了，3天他们才回去。当他们凯旋回去的时候呢，一路弹琴、鼓瑟、吹号，回到耶路撒冷城，还进入圣殿了。而这个风声传到其他的各国，听见上主怎样击败以色列的仇敌，这个形容词很特别。是上主怎么击败以色列的仇敌就都很害怕。所以这个以色列呢，不仅是只有南国，还包括北国。所以这样子呢，在约沙法统治期间，国家太平，上主赐给他四境安宁只可惜呢，这段时间呢，并没有很长，而是在我把它复制一下。而是在这个约沙法王当王的最后的1-2年期间呢。好，那么来看诗篇83篇，诗篇83篇呢，就是亚萨的诗。刚才讲到其中利未人是亚萨的后裔，那亚萨应该不是那个年代，亚萨是亚萨的后裔。他说：“上帝啊，求你不要静默，上帝求你不要闭口无言。看吧，你的仇敌在反叛，恨你的人在造反，就指摩押亚门。他们阴谋敌对你的子民，他们要陷害你所保护人。他们说：来吧，把他们的国家消灭，就是南国犹大，让以色列的民永远被遗忘。他们同心合谋结盟对抗你。他们有以东人、以实玛利人、摩押人、夏甲人、加巴勒人、亚门人、亚玛利人、非利士人、泰尔人，连亚述人，就是亚兰，都与他们合作，做罗德后代有力的联盟，就是指这个亚门和指这个亚门人，还有指这个摩押人，就是都一起联盟所以比历代志下20章的国家更多这已经不止8国联军了。但是呢，他们的祷告是：求你对付他们，像对付米甸一样。像在基顺河对付西西拉和耶宾，在讲到4世纪的事情。你在隐多尔，所以我们今天有看到这个地方，隐多尔消灭他们，他们的尸体在野地腐烂了，上帝就是搅乱他们。求你对付他们的将领，像对付俄利和西伊伯，圣经当中没有看到消灭他们统治者，像对付西巴和萨木拿，
因为他们说我们来夺取，来占领上界土地，占为己有。我的上帝，求你分散他们，像吹散灰尘，使他们像糠秕被风卷走。火怎样焚烧森林，火焰怎样烧遍山岭，求你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求你照样用暴雨恐吓他们。上主啊，求你使他们满面羞愧，好叫他们承认你的大能。愿他们永远失败惊惶，愿他们在耻辱中死亡。愿他们知道，唯有你是上主，你是全地的至高主宰。所以我们读诗篇83篇，这首诗篇就是在对照的历代志下20章的这个情境啊，而在列王记没有记载，只有在历代志下可以看到这一段的故事。好，所以这就是比拉加谷，是一个赞美谷或是一个祝福谷。好，但是呢，这个地方呢，一开始是约沙法很害怕，最后变谁很害怕呢？是各国听见都很害怕，所以这个害怕转移了，转移到别的国家去了。好，所以约沙法呢，通过害怕恐惧的考验，用信心，用上帝的话，还有就是领受先知的信息。好，那最后还有一段31到37节，好，再请崇恩带我们来读。约沙法35岁的时候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统治了25年。他的母亲是示利希的女儿阿苏巴。约沙法像他父亲亚撒一样，不偏不倚地做上主看为对的事。可是他并没有废除山丘上的神庙，人民仍然没有全心全意敬拜他们的祖宗的上帝。约沙法其他的事迹从头到尾记载在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史上。这书是以色列列王史中的一卷。有一次，犹大的约沙法王跟作恶多端的以色列王亚哈谢结盟，他们在以寻加别港造远航的船只。玛丽莎城人多大瓦的儿子以利以谢警告约沙法，因为你跟亚哈谢结盟，上主要毁坏你所造的船。那些船只果然毁坏，没有出航。好，那还有那个历代志下21章的第1节，就念到这一节就好。OK。约沙法死后，站在大卫城王室的坟墓里，他儿子约兰继承他做王。好，谢谢崇恩。好，那在这里讲到约沙法的故事终于要告一段落。好，那约沙法的记载很长，从17章一路到21章。那在这里的记载当中，讲到约沙法是35岁，那统治25年，加起来就是60岁。好，所以大概就是所罗门那个年纪。好，那讲到他的妈妈阿苏巴，可是圣经当中没有再提到这个人，他的外公示利希也没有再提到。但是肯定约沙法像他的父亲亚撒一样，所以是个好王。但是呢，可是就是他没有做完，就是废除山丘上的神庙。他已经很尽心的在教导百姓读圣经，但是还是不够，因为人民仍然没有全心全意敬拜他们祖宗上帝还有其他的事迹呢，都记载在这个列王记当中也有部分。那这里还提到一个故事，就是犹大的约沙法跟作恶多端的亚哈谢。亚哈谢是谁呢？亚哈谢就是亚哈的儿子所以约沙法跟亚哈在一起共处有17年的时间。后来亚哈我们知道他是被战场上面被射杀死掉，他的儿子亚哈谢来做王只有2年。那所以约沙法呢，就已经来到了这跟亚哈谢有2年的共处。这2年当中呢，约沙法和亚哈谢要一起造船队，在以寻加别好，所以我们看一下以寻加别呢，也是在犹大的南边跟所罗门王一样，他想要从这边出海，那可能也是要往亚洲或是要往其他地方去。这个船队呢，建造是想要往他施他施我们一般是认为是西班牙所以这个地图有点出他施。那他从这里要到这里，为什么不从这里到这里？不晓得可能要多大的路途。但是呢，就有第3个先知，所以我们在17到21章当中，总共出现3个先知来对约沙法讲话。
那第三个呢，就是警告约沙法，为什么呢？因为你跟亚哈谢结盟，你跟这个恶人的儿子亚哈谢结盟，所以呢，这个事情不能成功。所以约沙法在他的末年就是其实这时候已经他的王位也快要结束了。所以最后呢，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约沙法他怎么死的，只有讲他死后就葬在大卫城里。我们倒是可以看一下列王纪上的22章，时间到，这个讲到约沙法，这里的记载呢有稍微清楚一些。约沙法其他的，这里是列王纪只有这几节讲约沙法的事情哦。好，那从46节说他扫除父亲亚撒遗留那些在神庙的活动的南昌。当时以东地没有王，犹大王约沙法指派一个总督在那里治理，就是管了以东，所以就是讲打赢以东的事情。48节，约沙法这个航海船只要去俄斐，再运金子哦，所以这里记载和历代志不一样，一个是要往他施，这个是要往俄斐，俄斐就是往阿拉伯去啊，但船在以寻加别失事，没有去成。后来以色列王亚哈谢王提议让他的人跟约沙法一起去，可是约沙法拒绝，所以这里是有一些出入不一样的地方。那也是讲到约沙法死后的事情，所以他们的儿子约兰继续他做王。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读的呢是非常混乱的时候，因为你会看到北国有亚哈谢王，而南国呢后来也有亚哈谢王，北国有约兰王，而约沙法的儿子就叫做约兰王，然后后来有约阿斯，南国也有约阿斯哦，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很容易 confuse， 一切呢都要怪谁呢？就是约沙法跟亚哈结亲，后面所造成都会有同样共用名字的部分，那这我们是明后天接下来会继续看到的。那在从今天的经文当中，这段这么长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约沙法他一生的结局其实都是忠心于上主啊。那有先知来警告他的时候呢，他发愤图强。我们昨天看到，他继续的改革教导圣经，按公义来审判，甚至呢，刚强壮胆。当遇到别人攻打的时候呢，他选择是用祷告，用禁食，用倚靠上帝，所以他通过这个恐惧害怕的考验，并且得到了祝福，得到了大胜利，在他年代当中。但是呢，可见他年老时候没有记得年轻的教训，还要再和亚哈的另外一个儿子，就是亚哈谢，还要再跟他一起合作，以至于呢，他只能够做王做了25年，60岁就死了。所以呢，这也是成为我们一个警惕和学习。好，谢谢崇恩，也谢谢今天大家的参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透过今天这一段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约沙法的一生和他的结局。他有相当忠心，而且殷勤在主的面前做工，也经历他人生最大的胜利。不管有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攻打他，但是他选择禁食，选择相信上帝，选择把他阿公的阿公所罗门王的祷告牢记在心中，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你果然就成就在他的世代当中，并且让他祝福多到无处可容。也愿上帝让我们记得这样子的信心，也能够抓住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不论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像是利未人，像是亚撒，像是希曼，我们能够心中充满了诗歌，充满了诗篇不论得时不得时，顺境或是逆境，我们都要赞美你，称谢你的名。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大家，晚安，拜拜。拜。